時候啊，嗰日我行過金鋪喎，見到隻金老鼠仔的的色色咁，好鬼得人中意嘅啫。喂，不如將佢作為今年年終獎獎勵俾我咧？好啊，小意思啫。不過咁喎，到我生日嗰陣，你要買翻隻生肖送俾我作為賀禮嘅噃。吓？你送咩噶？屬牛咯。的色咧有呢個小巧玲瓏嘅意思吓，咁啊正寫應該係咁樣寫嘅的色啦。咁啊的咧指嘅係蓮子，色嘅指嘅都係蓮子噃。咁呢個蓮子喺古時候嘅意思咧就係呢個蓮子嘅果實啦。咁啊引申到現代咧，由於呢個蓮子嘅果實體積好細啦，咁所以就解作呢個小巧玲瓏。咁啊通俗嘅寫法應該係咁樣寫嘅吓，的色吓。如果引用呢個疊加嘅的色色咧，指嘅就係呢個強調嘅作用啦。提起年夜八，廣府人啊好自然就諗起一句說話，叫做年夜八就洗邋遢。咁舊時有個不成文嘅規矩啊，到咗年夜八呢一日咧，大部分人啊都會做一樣嘢，就係大清潔。屋企嘅牆壁啊、地面啊、台凳凳啊，以至蚊帳被席啊，都洗到佢乾乾淨淨，準備過年。咁究竟點解年夜八要洗邋遢啊？邋遢又係乜嘢咧？嗱，邋遢呢兩個字咧，本來嘅讀音啊係邋遢噶，不過咧唔知係咪因為發音較為拗口啊，所以逐漸咧就演變成而家嘅發音邋遢。咁邋遢呢個詞啊，早喺唐宋時期咧經已出現噶咯，但係咧呢個詞啊，本來係形容行路嘅樣嘅啫噃，唔係講乾淨唔乾淨嘅噃。咁廣韻就講得好權威，佢話邋遢行貌。咁後嚟咧，邋遢啊又引申為形容人物啊唔係幾整潔咁嘅意思。明史嘅《方記傳》裏邊記載啊，話道教嘅武當派開山祖師張三豐咧就不識邊幅，又好張邋遢。可見啊，話邋遢咧，主要係話呢個人咧不修邊幅，仲未完全轉成而家我哋講嘅呢種意思嘅。咁而家我哋用邋遢呢個詞咧，就只剩低唔潔淨嘅意思啦。將唔潔淨延伸起嚟形容環境，再同過年前嘅大搞衛生結合起嚟啊，廣府人咧就創造出年夜八洗邋遢呢個講法。老爺掃完啦，入嚟睇下。掃完啦？係啊，睇下得唔得？咦？哎呀，一定咁邋遢嘅，咁你將佢掃乾淨。好。老爺搞掂晒啦呢邊。都唔錯啊，掃到喺度。咦？點解呢個咁邋遢嘅？喂，你點做嘢㗎？老爺，其實我周圍掃乾淨晒噶啦，不過你對鞋喺出邊踩完泥漿，所以行到邊度邋遢到邊度咯。點解年夜八要洗邋遢咧？咁其實啊，喺中國嘅大江南北各省各地啊，過年之前啊，都有大掃除嘅習俗嘅。咁按照傳統咧，由年夜三謝灶開始啊，一連幾日咧都可以係大掃除嘅日子。而年夜八咧就係最終期限。咁睇嚟，年夜八啊，打掃衛生啊，實在係一個比較合適嘅時機。咁太早嘅話，籌備過年嘅一應用品啊，嗰啲工作都仲未完成，咁洗乾淨咧又會整翻污糟。而太遲嘅話咧，又已經接近除夕，時間太緊，咁形成咗年夜八洗邋遢嘅習俗啊，係好有利於環境衛生嘅。有啲人話洗邋遢係將全家嘅晦氣掃地出門，咁好似係講啲迷信話咁。但係我睇啊，最多只能夠話係着住件迷信外衣啫，其實係好科學嘅。咁講開邋遢啦，順帶提一提啦，
廣府話仲有另外兩個詞啊，表達相同嘅意思嘅。第一個咧係邋遢，第二個咧係污糟。無論邋遢又好，邋遢又好，污糟又好，都趁住年夜八攞起掃把抹布掃走晒佢，抹走晒佢哋係啦。再嚟睇下今日我哋越級挑戰嘅題目，邊一個形容詞係形容大人物嘅呢？ A 大聲公， B 大隻廣， C 大耳窿， D 大粒麥。喺聽晚6點前發送38加答案編號到106635，答中嘅朋友就有機會得價值300蚊嘅豐富獎品啦。通過以下網址或者係短信方式向余老師提出問題，都有機會攞到獎品噃。越講越過癮，我哋下期再見。跟住落嚟。